而家叫廚餘嘅東西，幾十年前叫潲水，用嚟餵豬。好奇怪，吃咗潲水，主要成分叫丁酸鹽，英文 butyrate 嘅豬精肉骨骼肌，英文叫 skeletal muscle 比較多，肥肉少咗。魚塘中嘅魚，肉質骨骼肌豐滿。魚塘主人餵魚食潲水，唔係食一種奧米加脂肪酸 icosapentaenoic acid EPA。中國人曾被外國人稱為東亞病夫，因為營養不良。而家嘅中國年輕人，請睇下中國嘅奧運游水選手，體魄高大，因為營養充足，長出骨骼肌。關鍵係一個喺牛肉最多嘅氨基酸，叫亮氨酸，英文叫 leucine。佢樹中嘅丁酸鹽 EPA 同埋亮氨酸都能夠激發 mTOR 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， 繼而激發氧化酸化，英文 oxidative phosphorylation， 而增加骨骼肌。所以若閣下嘅骨骼肌在流失，唔好驚，丁酸鹽 EPA 亮氨酸都可以幫手增加骨骼肌。